監察院6月發布一份基建政策調查報告，認定政府在戒嚴時期的國基政策侵害基建人權，造成本土基建的流失，而且自較早到今，獨尊華基也攏無法律根據。就台基團體指出講，這是政府頭一屆承認因過國基政策特殊本土基建受到侵害，要求政府呢就要公開來核實的，也要成立基建評定委員會，檢討法規和教育制度等等，落實基建的轉型正義。過去在學校無講華語，就會互處罰，這是真濟台灣人的經驗。監察院6月發布調查報告，認定戒嚴時期實施國基政策侵害基建人權，造成本土基建的流失，而且自較早到今，獨尊華語嘛無法律根據。另外，監察院嘛指出，國家基建整體發展方案是行政院主管的，照講半年愛開一屆會議觀課檢討。說自2024年開始，就無照期間開會檢視基建政策的施政情形，要求行政院就要檢討改進。監察院安尼調查落去了，照講就是行政院愛就阮的檢察院的調查報告，因都愛落去改善嘛。吼啊，照講就是這部分，就講看要安怎促進因會使做一個變成因一個行政院的一個施政的一個重點。吼，我嘛希望講這個報告會使有一寡效果。有民團拜五召開記者會，指出這是政府頭屆承認過去國基政策致使台灣基建受到侵害。民團嘛認為，雖然今有國家基建發展法，不過欠缺強制力，也致使教育甲行政要是獨尊華基基建評定未當真正落實。因嘛提出訴求，希望政府承認過去的錯誤公開核實的，愛成立行政院層級的基建評定委員會，嘛着停止獨尊華基教育的制度設計，推動基建政策的改革。過去政府其實無針對這項代志去做回應，所以其實我感覺今仔日這擺這個報告上主要以上重要的一個意義，就是講政府頭一擺承認過去這個政策是錯誤的。用一個國家語言一個政策，佫是一個無強制力的法律，就甲講咱即擺有咧處理的其他的語言，這是唔對的。所以講在這咧要求政府呢即時就把這個華語政策、獨尊華語的政策來改掉。若針對國家基建的專職單位，監察院表示，審計部在114年有針對文化部提出審核意見，愛成立。各單說也無看到影，要求檢討改善。另外，國家基建整體發展方案，敢若到今年，監察院嘛希望在下一階段方案發布以前，行政院甲文化部會當參考報告建議方向，檢討國基建傳承和震撼發展的做法。記者綜合報道。